看後面一片哈，這個我們的蓮潭公園啊，蓮潭滯洪池很漂亮哈啊！大家市府特別選在這個景點哈，搭建這個活動中心，讓一個多功能的方式哦，給我們的鄉親能夠使用，而且建築上哈搭建得非常完美。這個花了5000多萬啊，由中央補助1600多萬，其他的由市府自籌哈，也在經費拮據的範圍內哈。市政府能夠找出這一塊土地，又用了這些錢哦，來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多功能使用。像是1樓我們將來要做收銀中心，2樓這邊就是由我們社區使用哈，有大禮堂啊，也有廚房啊，還有就是各種多功能的方向哈，來給大家來完善。是我們從108年開始，我們就開始去做努力跟規劃，到今天115年1月份開始落成，所以這中間呢，我們大概經歷了6年多7年的時間，才等來這一座。那這當中呢，當然會遇到一些困難，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幫忙，還有我們的林志展副議長也有幫忙，所以這一座的里民活動中心不是單純只有里民活動中心，我們樓下1樓是0到2歲的公托教育，因為現在這邊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師新貴，他們的孩子其實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當初的設想規劃是想說，讓年輕的工程師在這裡能夠安居樂業。蓮潭里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蓮潭公園的東北角。蓮潭公園是一座滯洪池，設置這個滯洪池的目的呢，是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時候能夠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這邊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會有人來這邊運動。公園的旁邊再坐落這一座美輪美奐的一個里民活動中心，其實除了讓民眾可以歇歇腳以外，然後接下來就是未來我們大概下個禮拜開始，我們就會跟成大團隊做合作，那會有一系列的講座來提供給所有的里民來做服務，這樣子。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來，將相公嘞，好咱未來攏會當一切順利，一切平安。因為黃國哲市長進來，伊對於里民活動中心非常的認真支持推動吼，非常感謝咱議員吼，會當共同支持這個經費。市長進來已經攏有68座的活動中心重建，閣有迄個整修啦吼，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進來到今年年底吼，會當完成，閣差10座嘞吼。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講有的規劃中啦吼，所以這個活動中心起來了遮水，希望講里長好了用啦，周遭環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內底設施市政這邊遮阮會盡量來甲配合好勢，最後希望講里民會當多多使用吼，你包括講迄個辦理活動還是研習啦吼，包括講迄個研習的課程，我那有。老百姓盡量咧，市民都盡量咧使用。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2月11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指定哥瑪各居士合作請食飯，實開131桌，邀請指定弱者、南西、南華等4區需要關懷對象單位跟團體做伙參加，希望大家會當佇合作照顧之下，迎接新的一冬。噶瑪各居士創辦人洛本天津仁波切，為2013年辦理不做請食飯活動以來，已經經歷第13冬，長期關懷指定弱者。南西、南華弱勢族群，今年活動總共有1301位民眾參加，現場更配合衛生所辦理 X 光檢查、甲音樂表演，讓民眾在輕鬆氛圍下照看身體健康。噶瑪各居士與獎揚慈善基金會集結了許多的善信人心，大家共同的支持對我們3區這4區的中低收入戶以及一些弱勢的團體，那我們也以尾牙的心態，將這些弱勢能夠請到這裡來，請他們吃一餐。當然，
吃一餐所能夠代表的不算什麼，但是卻是我們的關懷啊，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今天就像是我們山裡面的過年一樣，把這麼多人聚集過來，然後請市長來給予關心，讓每個人雖然在這寒冬之中，生活是那麼的困苦，但仍然有希望。市長王偉哲也親自來到現場，甲民眾做伙參加這場溫馨的活動，經在現場發送糖啊，讓大家吃甜甜過好年。最近的這個天氣很冷但是也希望大家心裡面都是溫溫暖暖的，大家都開開心心的，能夠度過一個蠻好的這個年關那我相信現場有很多的好朋友，我們謝謝張董事長。也謝謝理事長，所有的師兄師姐，大家真的非常發心，一起來為我們的弱勢的朋友們點燃心中那個燈。那今年也是明年是馬年，然後我們祝福所有的好朋友馬年行大運。活動最後，市長王偉哲也甲洛本天津仁波切做伙發放紅包甲手套，和參與活動的朋友，希望以辦每個行程。請中介受理戶以及弱勢團體吃大餐，用上直接方式關懷大家，做伙過一個溫暖新年。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主責關懷弱勢家庭甲獨居長輩，佇台南靜思堂甲嘉里安平新營聯絡處，同時舉行冬令物資發送甲圍爐活動，是開150個桌甲照顧戶圍爐，互因感受年節氛圍。後禮拜就是農曆的春節，台南主責為了關懷將近1500戶弱勢家庭甲獨居的長者，日前幹部來舉行冬令物資的發送甲圍爐的活動，包括社會局長郭乃文甲仁德區長許博生，攏到台南的靜思堂甲主責志工，同齊來關懷主責的照顧戶。其實咱的觸角是遠不如在社區裡面生活的人，然後更遠不如有一個實際安尼的團隊並且講大家攏有這個同樣的想法大家攏隨時攏在注意所以我當然是就希望講大家如果發現一些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會當跟我們保持聯繫現場除了發送付費的紅包，甲冬令的物資和照顧戶，並且安排義診、義診，甲各式應景的表演甲大會，互照顧戶提前感受過年的節慶。現場有70多歲獨居長者，甲一位家己車養3個囡仔的邱女士來現身分享，感受到主責對因的鬥相共。就是我很感謝慈濟的幫忙，對，因為我目前沒有辦法讓小孩子去補習因為藉由這個機會，其實讓小孩子成績慢慢的很順利的這樣子過。其實他的讀書起來，他也會覺得很輕鬆，對他每個禮拜都會很期待去課輔班，對因為每個月的老師呢，美慶師姐跟美珠師姐也會來家訪，就是給我的鼓勵力量其實都很多，很感謝。有什麼困難或者什麼需要都可以跟我們說。對，我很感謝這個大家庭。不過他也很堅強，他就說他現在目前就是我們給他這樣的愛的陪伴那經濟上他目前還是可以獨立自主。對不過我也跟他們說，如果有困難的時候沒關係要提出來我們就是等於陪他走過這樣的一個人生的低谷。對，沒錯，真的，謝謝。主責基金會今年總共辦理56場冬令發送物資甲圍爐的活動，預計受惠的將近27000個家庭。最後，在社會局長郭乃文甲主責志工的關懷甲祝福，志工因馬上上燒燙燙的佳肴，甲大家歡喜來圍爐，互受照顧戶唔定暖心，更加暖胃。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
舊曆春節就要來到，為了喚起全民危機意識，南區文蘭社區擴大舉辦預防犯罪宣導遊行，結合警察局第6分局甲消防執行分隊，希望教民眾預防犯罪甲消防減災觀念。得到全國治安標杆14連霸的文蘭社區，在里長陳清泉的帶領，結合社區消防相助志工隊，日前特別舉辦預防犯罪東防的遊行宣導，邀請警察局第6分局、甲着消防局執行分隊，教導民眾如何防範犯罪，甲着消防減災的觀念。那就我東防日，阮已經迄個東防哦，去大家宣導已經20幾檔啊。每一年呢，就是講過年東防進前攏會做宣導，請大家特別注意呢。即馬過年呢，詐騙集團哦。真濟，閣重點呢，你若出國要佚佗，會當甲咱巡守隊登記。阮的金華署呢，甲咱迄個巡守隊攏會加強巡邏。所以呢，佇遮過年這段時間，大家要注意消防。迄個厝的迄個煮物件，還是插頭，一定要特別注意。第一過年期間，大家食飯的機會足濟，啉酒的機會嘛足濟。拜託各位鬥宣導一下，啉酒了袂當安那。麻煩鬥宣導。現場出席的包括6分局的副分局長，還有議員羅坤福、周麗珍，以及這位議員的參選人、志工隊等。一家人佇個辦公處頭前宣導以後，馬上嘛展開行路遊行的方式，沿路來宣導。你來大街小巷，攏去你來宣導。講東防今仔開始到啊！請大家特別注意哦，因為東防這段時間哦，請大家要去銀行領錢領較濟，會當甲咱巡守隊也是金華署通知，會當付鈔也是用迄個有一寡家具要穿內底，迄個無要除的，會當甲里長通知，阮的環保局的會當落去甲你服務安尼。除了行路遊行，另外為了擴大範圍。志工隊需要嘛發動機車的遊行，希望會用親入社區每一條大街小巷，為民來服務，讓社區的每一位里民攏會用平安過好年。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就要過年咯，厝內開始大餅掃阿媽。這個時陣，若是整理到一寡物件，也會當用，也毋過單調可惜的話，不妨摕到二手商店，透過收購佮換收，互物品循環佮利用。也加講，這一站收購的量比平常時加了4成，民眾排隊至少攏愛2點鐘起跳。櫃台邊仔載滿一地閣一地物品，全部攏是要摕來，互日本二手品牌店收購。有民眾想要問，敢會當較緊呢？真正是無法度，因為來看店長嘛是相當無閒，比平常的量加了真濟。多的部分其實蠻多的，至少多了差不多4成左右。就是過年嘛，就是大家會整理像是家裡的東西啊，所以很常像是日常用品用不到的碗筷，或者是說是一些衣服啊之類的東西。不管是衫、鞋仔、3C 產品，甚至是演唱會手燈，只要是上會到的，攏會當摕來買。收購獎勵多達25種，對叫號物品鑑定，整個收購流程大約半點鐘。物品配件愈齊全，外觀愈新，就會有好價銷。甚至精品二手市場嘛真受歡迎。精品的部分其實不外乎就是 LV、GUCCI 那些東西。當然很多的話，其實最近因為畢竟輕奢牌大家都還蠻夯的啦，所以像是 RM 啊、小 CK 這邊，其實我們這邊也很多。新品的部分，在各大品牌一直在漲價的情況下，大家可能會去追求一些狀況比較好，可是它是二手的部分。這幾檔台灣對着二手物品接受度愈來愈高，甲網絡購買相比，其實實體店面更有優勢，會當佇現場直接確認物件的狀況，更有符合期待。所以若是講有用袂到的物件，會當考慮摕來遮賣，也是來遮試試，講袂定會當捡到寶。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
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2026魔法藝術節甲魔法市集將在這禮拜假日，在石鼓文創園區盛大展開。活動期間會在園區內底基護館黃地店舉辦倆美容現場創作，結合宗教意識、藝術創作甲文化表演，呈現東方西方魔法交匯的神秘力量。這幾天非常受到民眾歡迎的魔法森林市集，將在週末登場。石鼓園區這處以東西交匯、古今共振為核心，辦理2026魔法藝術節，希望讓全國民眾感受台南的魔法魅力。這一次呢，我們也把魔法的元素導入了東方魔法。那呢，這次在我們的皇帝殿，也就是我們的之前的祈福館，把它打造成為一個東方魔法的一個神聖禁地。那這一次我們也邀請了來自新竹太初玄清宮的葉俊南道長、阿南道長，在現場來為我們展現將道教與藝術結合。那除了現場的這個米龍的創作之外呢，還有我們非常精緻的這個神尊的畫像，還有呢我們非常難得手工藝的這個紙紮的一個神尊，也在現場來做展出。也希望呢大家在過年期間來到這個魔法市集，可以帶着滿滿的東方法力，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太初玄清宮葉俊南道長將在現場表演美容創作，伊也是創下230公尺富國祥龍紀錄的美容藝術大師。用這個傳統藝術呢，變成是當代的藝術傳說。那將我最擅長的米龍呢，變成一種寫意的意境呢，將皇帝的這種威靈跟險惡呢，以及東方的藝術傳說呢，把它呈現出來，在我們的皇帝殿前面。同時呢，也透過宗教的新春祈福團拜的儀式呢，我們今年特別為石鼓創作了一個很特別的石鼓通寶。這個是全球唯一，也是限量的500枚哦。所以呢，也邀請大家呢，想來的或者是還沒來的，趕快來到我們的石鼓園區呢，來感受一下所謂的東方魔法以及藝術當代的傳說。那也希望呢，從中呢，我們還有這個祈福的點燈儀式，還有一個呢，很棒的配套，也就是我們有這個東方的論壇，還有呢，祈福活動。那你來這邊呢，絕對不會讓你空手帶回去。阿南道長也將新竹的太初玄清宮很有特色的宗教物品以及聖物呢，要來免費贈送給所有的好朋友哦。2026魔法藝術節加魔法森林市集，將在2月7號、8號以及2月13到15連續2禮拜登場。活動結合國際藝術演出、主題市集、集合體驗等等。讓民眾行入石鼓，就會當親身體驗魔法同款的奇幻旅程。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邁入20檔的台南社區大廈大港分校推動一村一廟、一廟一家團，來營造大港學習型社區，積極培育公民藝術家。這屆在舊曆過年前，組織30幾個班級，在海尾調風宮舉辦教學博覽會，會中以音樂加上舞蹈寫心，提前熱烈迎接過年。台南社區大學大港分校在海尾調宮廟前舉辦大廟形學教學博覽會，組織30幾個班級，600多位親師生以音樂加上舞蹈來寫神、寫春聯、送平安，展現這一檔來教學成果。今天在咱廟口的這個廟口教學博覽會，會當講是一個開鑼啦吼。落來了，咱今年規年通知，希望大家用學習的方式。定心來反省，定心來向前行，為咱要營造一個大港，就是做藝術村來共同打拼。然後這個藝術村，這個文化沃土、生態整體健康的新城市，讓咱100年以後的子孫啊，萬年徛起。活動當中嘛表揚100多位大港分校班長甲模範生，以及頒發彩繪大廟形學平安燈獎。
和在地7間高中小學30來位學生。今天在這個朝皇宮辦理了這樣子盛大的一個博覽會，有許多民眾帶着孩子一起來參加。那孩子也畫了很多彩繪的一個燈籠。那在新的一年即將開始這個就好像是傳統的點燈，但是是讓孩子自己點亮他心中光明的那一盞燈，我覺得意義特別非凡。代表中心學習的大別慶賀推動一串一廟一角團，或者已經有20幾團。在賣里第20檔，大家繼續用公民學習的精神投入文化創作，讓大港成為藝術城，成為文化地理、流育地理的示範。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市面上的家政產品滿滿是台南建設公司特別轉投資低資金的產業，希望把健康照顧加濟家庭。業者有個上緊今年4月份，就在安南區設立門市，強調產品採用上新的技術，讓營養補充更加方便。東業開發建設已連續5年舉辦愛心捐血，董事長葉國書除了號召大家做公益，也組成家族志工團，持續關心弱勢。當然，企業面對送禮需求，如何送到心坎裡，想出兼具吉祥與養生，還可以推廣基金作為補充精力的日常食補，所以轉投資低基金產業，採用最新2次增低技術萃取，不像傳統低基金那樣濃厚，而是很乾淨純粹，可以常溫保存，讓營養補充更方便。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就是平常在送禮的時候，可能不知道要送什麼禮這樣子，所以有別於現在董事長他呢有送禮的一些需求，所以我們找到一個非常技術超前的代工廠。好，可以，別人需要冷凍，而我們是要可以在常溫下面保存。為讓更多人能品嘗來自台南的好滋味，業者預計今年4、5月將於安南區開設實體門市，以職人精神來搶攻頂級市場。屆時除了有不定期國宴主廚的料理品嘗，同時也推出全台唯一的生蠔精營養品，十分令人期待。這個門市有別於一般在低基金做的一些門市，這樣子，我們想要採取不一樣的方式呈現。那加上母公司有一個系統化的優勢，我們不定期的會請國宴主廚來我們這邊做一個菜式的展示。那我們還提供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產品，就是在目前全台灣沒有生蠔精這個產品。那我們還加上了一個黑瑪卡，那補充平常男生在外面然後工作之餘有體力的補充。業者表示，待實體門市成立，後續也會邀請代言人來打響名號，讓保養更安心，滋養更純粹。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春節特別來到，為了提升民眾預防犯罪意識，桃園分局特別甲桃園警福宮因老業者舉辦特別的紅槍演練，並邀請開宗聖王駕前的馬仁將軍參與演出，場面畢竟各趣味。對着鏡頭做回來看麥。歹徒走進銀樓，佯裝購買金飾後，掏出手榴彈執行搶劫，隨後要與同夥會合後逃逸，卻在街邊被警方制服。另一名歹徒則逃往景福宮，落入警方埋伏，一度掏出衝鋒槍對峙。而後大廟的開張聖王殿前馬仁將軍出現打掉歹徒武器後，警方迅速上前壓制，解除緊急情形。這是桃園分局因應即將到來的春節舉辦的防槍演練，希望透過逼真的臨場感，強化民眾的自我防衛意識。本分局有鑑於春節期間金融機構有強化金融機構有一些防搶的措施。那因為我們的銀樓金價高漲我們銀樓的部分欠缺自保的能力，所以本分局就針對銀樓的部分做一個防搶演練，增加銀樓能夠在自我保的能力上有所精進。除了我們基本的警力配合演出之外我們還結合了景福宮的神尊一起跟我們結合演練，那我們展現出我們的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的這種精神。
警方表示，過年是金流大量且頻繁流動的時候，金融機構都有基本的保全措施，但銀樓、彩券行等的防衛作為相對薄弱，因此特別攜手銀樓業者進行防搶演練。警方也會加強巡邏，確保安全。本次春節期間，本分局提供了第一個就是付鈔的服務，第二個就是那個外出旅遊巡簽的服務，住宅巡簽的服務。那我們會結合我們的民眾，如果有任何的疑問，如果任何的需求，可以向我們警方提出要求。我們在我們可以做的範圍內，我們會配合民眾的一些保護措施。那有關於這春節期間詐騙可能會比較猖狂然後大家如果有遇到有一些詐騙上的問題，請撥打1165反詐騙專線，我們會提供免費的服務。桃園分局提醒民眾，有提領大量現鈔需求，可向警方申請護鈔服務。春節期間詐騙也不會打烊，請大家多利用打詐儀表板了解最新的反詐資訊。如果遇有可疑情形，請立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或110報案宣線，尋求結束。記者賴偉一團報道。感謝你收看2月11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順懷，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愛做。给來做啦！你這個怎麼對上死啊？對，趕緊別叫 boss。愛有名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查某朋友攏講伊家人時陣叫我愛看你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所了，有心一概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什麼很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買了投資報酬率高的理財產品，報酬率高，風險也會很高哦。我只是想領個錢給我的家人，你有需要問這麼多嗎？即使是家人推薦吶，也要考慮產品適不適合自己。購買理財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資前需了解商品預期風險損失，小心金融剝削。保定，準備好玩票大的了嗎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
提早70來換照，多多自在，啪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個頭前。